可都在这儿，要不你也工作吧，跟我们一起。不行，我还得伺候我们家大伟呢。伺候什么大伟啊？我们姐妹3个人好不容易聚一块儿，赶紧来。好吧，那我要是有空，我就过来给你打下手。挣了钱给我分红啊！那必须的啊！奶油白玉汤，这份呢是特别为你做的，里边加了你爱吃的胡椒粉。谢谢。帅大厨，闪闪的新走婚对象。我怎么不知道？那天你喝大了，你速度太快了。感觉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，见人就是矫情。红酒烧鹅胸，是飞地牛排、炭烤雪花猪排、青白柚。闪闪啊，以后不要去吃那些洋快餐，什么都是垃圾食品，还不如咱中国的这些大饼油条呢。以后你想吃什么呀，我给你做，好吧？珊珊哥，要不你也坐下来一起吃吧，也没什么晚上。你说总这么忙活着，闪闪也该心疼了。这样，还有一个甜点，我上来马上就来啊！好，謝謝啊。我還是覺得快餐好吃。姐，我覺得味道不錯，而且他連你愛吃胡椒粉的事兒都知道。靠譜。啊，吃美了，吃美了。哎，你倆還記得我們上大學的時候4個人搶飯吃的嗎？哎呦，我當然記得了，就屬閃閃最猛了，比那男生還能搶。哎呀，好漢不提當年勇啊！女人越猛越苦逼，個個都當男人使。還是可風你有先見之明，一畢業就把自己給嫁了，好吃好喝的多舒服呀！結婚有什麼好的？你們沒聽說過嗎？結婚對於一個工資夠用又沒什麼性慾的女人來說，完全就是沒意義。結婚之後家務翻2倍，生完孩子之後家務要翻4倍，這可以說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冬眠，我看你是羨慕嫉妒恨吧？自己婚姻不幸福，還要嫌牛肉麵裡沒牛肉，老婆餅裡沒老婆。哎，珊珊，以後你要想吃牛肉麵，我天天給你做。我們多放牛肉，少放麵，吃多了牛肉勁兒。